開始我哋今日嘅主日學了解神嘅話語之先咧，我哋一齊祈禱啊，好唔好？我哋都係祈禱。主啊，感謝你，感謝你咧帶領住我哋踏入預苦期最後幾個禮拜嘅時間，讓我哋咧嚟緊喺復活節嘅時候，我哋去重新思想同你嗰個嘅緊密嘅關係。係啊，神你讓我哋喺《使徒行傳》裏面睇到早期教會佢哋嘅經歷，睇到佢哋咧嘅需要，睇到佢哋嘅發展狀況。主啊，我哋就求你，讓我哋今日喺睇《使徒行傳》第5章一啲可能唔係算係好開心嘅經歷嘅時候，我哋都願意更多嘅明白你對我哋嗰份嘅要求、期望，同埋咧對教會嘅嗰份嘅執着。主啊，我哋感謝你。主啊，我哋就求你啊，求你使用我哋，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喺生命裏面緊緊嘅跟隨你。感謝你，祈禱交託，奉主名求，阿門。好，各位弟兄姊妹早晨啊！咁嗱，嚟緊咧復活節假當朝咧，復活節嗰日星期日嚟噶嘛？嗰日咧都仍然有主日學嘅，咁即係話今日啦，下個禮拜啦，同埋再下個禮拜都有主日學。咁5月份主日學我哋會停一停嘅，去到6月就再開始啦，6、7、8咁樣樣啊。咁我哋嘅進度應該 OK 嘅，因為我哋有15堂，而家我哋到第5課，咁差唔多啦 OK。好，咁今日咧會睇《使徒行傳》嘅第5章。如果大家嘅筆記咧，你可以揭去咧，第5課都係咁第4章我哋睇晒㗎啦筆記就係第5章第5課聖經咧我哋睇緊咧第5章咁第5章嘅故事裏面咧，頭先我喺度祈禱嘅時候講一啲唔開心嘅事啦。我哋先讀咗個故事先好嘛？咁今日咧第5章嘅一開始第1至11節咧，有一對夫婦做主角嘅，叫做亞拿尼亞同埋撒非拉。OK， 咁我哋咧一齊讀呢段嘅經文1至11節啊，1至11節，準備1、2、3。有一個人名叫亞拿尼亞，同他的妻子撒非拉賣了田產，把價銀私自留下幾分，他的妻子也知道，其餘的幾分拿來放在使徒腳前。彼得說：亞拿尼亞，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叫你欺哄聖靈，把田地的價銀私自留下幾分呢？田地還沒有賣，不是你自己的嗎？既賣了，價銀不是你作主嗎？你怎麼心裏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了。亞拿尼亞聽見這話，就仆倒斷了氣，聽見的人都甚懼怕。有些少年人起來，把他包裹抬出去埋葬了。約過了3小時，他的妻子進來，還不知道這事。彼得對他說：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嗎？他說：就是這些。彼得說：你們為什麼同心試探主的靈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到門口，他們也要把你抬出去。婦人立刻仆倒到彼得腳前，斷了氣。那些少年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就抬出去埋在她丈夫旁邊。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睇完之後係咪有啲驚？哇，恐怖啊！係啊，我相信咧當時咧，對於早期教會嚟講，呢件事都係好震撼。對於當時周圍環境一啲信仰群體、一啲法利賽人、一啲撒都該人，佢哋睇呢件事咧都會好震撼。不過咧，我估睇呢件事之前咧，我哋必須要了解當時發生緊啲乜嘢狀況。上一次咧，我哋第4章裏面咧就講到彼得同埋約翰喺公會度審問啦，跟住咧就求神咧去賜俾佢哋膽量，面對住跟公會嘅人好多領袖嘅時候，佢能夠知道點講啦。跟住咧，亦都咧喺當中佢哋恐嚇佢啊，叫佢唔好再講神嘅道。點知咧，佢哋繼續去講啦。去到臨尾就有凡物公用。我想咧大家睇咧一路講凡物公用呢段咧，其實出現咗突然間有個人物出現咗。而呢個人物咧，我覺得先要睇到呢個人物，你再睇今日嘅頭先亞拿尼亞故事咧，你會深刻啲。呢個人物係邊個咧？上一次我哋講凡物公用嘅時候，講緊內中沒有缺乏，因為人人都將田產都賣了，把所買的價銀拿來放在使徒面前，腳前各人所需嘅分給各人。有一個利未人，我想大家一齊讀呢度啊，36節開始去到尾。
36節去到尾，準備1、2、3。有一個利未人生在塞浦路斯，名叫約瑟，使徒稱他為巴拿巴。巴拿巴翻出來就是勸慰子。他有田地，也賣了，把價銀拿來放在使徒腳前。中文成日都講一啲修辭手法，就係對比，係咪？其實咧，你見到咧喺第4章嘅最底，同埋今日我哋睇第5章亞拿尼亞嘅事咧，嘗試將巴拿巴同亞拿尼亞呢兩夫婦咧做一個好大嘅比較。而當中咧，其實聖靈成日都講喺使徒行傳好重要。聖靈咧大大充滿咗教會裏面每一個人，以致到佢哋咧同心合意嘅傳揚福音。而聖靈充滿佢哋，讓佢哋喺第4章嘅時候講，佢哋有膽量去傳福音俾一啲佢哋唔夠膽傳福音俾佢哋嘅人。聖靈充滿佢哋，讓佢哋嘅價值觀改變咗。我哋今日冇呢個凡物公用嘅價值觀㗎，我哋唔會話買咗你田產擺嚟俾你教會，我哋冇呢個。但係當時佢哋有。因為聖靈嘅內住，於是乎佢哋價值觀都變咗，就將咧上帝俾佢哋嘅恩典，包括咗房屋、田產變賣，拿去俾教會嚟運用，拿去咧去俾呢個傳福音嘅事上，亦都咧喺裏面講到供給一啲有需要嘅弟兄姊妹。所以咧凡物公用，目的嘅係讓弟兄姊妹能夠喺生命裏面無後顧之憂，繼續去傳福音。嗰啲人可能係除咗俾錢之外，可能係俾出恩賜啦，大家可以喺教會裏面有服侍啦，可能幫手做司事啊，幫手可能執下台凳啊，幫手去到有啲節期嘅時候整啲食物啊，俾一啲有需要嘅朋友啊咁。我相信咧，神讓我哋有恩賜、有才幹、有金錢等等，都唔係冇話邊個高啲邊個低啲。而係奉獻出嚟，凡物公用，讓別人能夠得着造就、安慰，同埋今日講呢個巴拿巴呢個人係一個勸慰者。巴拿巴呢個例子咧，佢係奉獻自己，唔單止賣嘢出嚟，賣田、賣地，所得嘅金銀咧就擺喺使徒面前，為有需要嘅人咧去使用。然後咧，佢亦都將自己嘅生命嘅特質，佢嘅特質係咩啊？就係呢個啦。巴拿巴翻出來係咩啊？勸慰子。勸慰子係咩意思啊？就係咧喺聖經裏面咧，特別係哥林多前書14章講到嗰個先知預言嘅3個功能，就係安慰、造就同埋勸勉裏面嘅安慰。安慰、造就同勸勉。咁又點解我特別講先知呢個字咧？原來巴拿巴咧呢個字咧，如果真係要將佢翻譯嘅話，好多時喺聖經裏面，如果第一個字係巴字咧，呢個知唔知？第一個如果係巴字，點解？如果喺新約或者特別係聖經裏面咧嚇，如果佢名裏面第一個巴字咧，呢個巴字係代表 son of， 即係兒子嘅意思。拿巴呢個字咧，原本翻出嚟咧係先知嘅意思。咁所以咧，巴拿巴呢個字真係翻出嚟咧，就係先知嘅仔。咁所以頭先我講使徒哥林多前書14章第3節講先知嘅3個功能，包括咗安慰，包括咗造就，包括咗勸勉。而呢個勸慰呢個字就係勸勉安慰嘅意思。咁同咧耶穌講聖靈作為我哋嘅保惠師保惠呢個字咧就係勸慰呢個意思啦嚇。咁所以咧喺當中咧，巴拿巴作為例子咧，係一個真心誠意跟隨耶穌嘅人，佢將自己嘢奉獻出嚟，喺教會裏面有好嘅名聲，喺當中咧係成為好多人嘅榜樣，成為好多人嘅榜樣就會容易令到人哋只係睇個外表，個外表就係哇原來捐啲錢出嚟就會得人哋尊重㗎咯喎，可能係嘛？咁於是乎，今日嘅主角亞拿尼亞兩公婆，佢哋都係咁做，賣咗田產，不過唔係將全部交出嚟。嗱，唔係將全部交出嚟係冇問題㗎，我覺得。只要你同人哋講其實咧我都係一部分交出嚟啫，誠誠實實去面對，相信唔會出現今日嘅悲劇，係嘛？咁所以咧，
當彼得同佢講嘅時候，你就會發現第3章講咩啊？亞拿尼亞，你為什麼撒但充滿你們的心？嗱，呢個字好重要，因為當時嘅教會係被乜乜充滿㗎？被聖靈充滿係嘛？但係突然間有兩公婆因着我好想好似巴拿巴咁喎，受人尊敬喎，我好想好似其他人咁咧，哇，覺得我好似係好願意付出好多啊，好願意俾好多嘅貢獻出嚟，無論金錢、無論才幹、無論恩賜，我就賣咗我啲田產，賣晒所有田產喎！你諗下，如果擺喺今日真係匪夷所思係咪？但係佢賣完之後，佢留翻幾分俾自己啦，留翻幾分俾自己，代表緊咩咧？代表緊佢唔係完完全全嘅去放低出嚟。嗱，其實神都容許㗎，因為點解咧？彼得你見到佢咁講係點咩咧？亞拿尼亞，黃色呢部分，為什麼撒但充滿你的心，叫你欺哄、欺騙聖靈？咩叫欺騙啊？你明知聖靈喺當中催促你，唔好講大話，催促你好好嘅將你嘅財物去奉獻出嚟，唔得嘅唔緊要，我相信。將田地嘅價銀私自留低幾分，點解咧？彼得咁講嘅係話，田地冇賣，你未賣嘅時候係你自己噶嘛？你當時邊個逼你賣？冇人逼你去賣嘅喎。賣咗啦，價銀都係你作主㗎。當有100蚊賣咗出嚟，嗰100蚊你捐幾多？其實喺當中，你咪話俾人聽，我喺當中佔咗一半咯，唔需要人哋話將所有財物捐晒出嚟㗎。點解啊？係因為佢心裏面起住呢個意念，呢個意念係撒但魔鬼喺心裏面。其實都唔緊要嘅，你都有你嘅需要㗎嘛，留翻啲俾自己。嗱，留翻俾自己冇問題，我都講，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需要，你咪坦白講咯。你唔需要同人哋講我捐晒所有啦，唔係啦嚇。咁所以喺當中點解彼得跟住話：你怎麼心裏起這意念呢？你不是欺哄，你唔係我啊，你唔係人，你係緊神。因為其他人正常我哋唔係彼得，我哋唔會知係咪？我唔會知道你捐100%定30%定40%咁，我唔知嘅。不過神知道，神知道我哋今日呢件事發生嘅時候，你心底裡面嘅目的係乜？咁哇，跟住點啊？亞拿尼亞一聽見呢句話，即刻好戲劇做嘅咁啊，撲落地下度啦，撲到啦，斷咗氣，聽見人都甚懼怕。點解驚啊？因為原來呢個忌邪嘅神，呢個神係輕慢不得嘅神，呢個神喺當中對我哋嘅要求好高。有些年輕人起來，將佢包裹抬出去埋葬了。跟住過咗3個鐘，當時冇 WhatsApp 啦，冇 WeChat 啦，係咪？冇辦法通知到佢老婆。咁於是乎咧，佢老婆可能啱出邊做完其他嘢啊，啱啱去清潔完屋企，跟住就嚟到嘅時候又見到問佢咯喎，對個你告訴我，你們賣田地的價銀就是這些嗎？其實係俾機會佢係嘛？即係如果佢再講大話咁好論盡啦。如果話唔係，其實都唔係嘅，我就有部分。咁佢可能太太冇事，就是這些，就係咁多啦，全部俾晒出嚟啦。彼得就話：點解仲要兩公婆一齊去試探神嘅靈呢？埋葬你丈夫之人的腳已經到門口，嗰班年輕人呢，啱啱埋葬完老公 ，OK， 跟住就翻嚟啦。即係佢婦人咧立刻撲倒喺彼得面前，斷咗氣。嗰些少年人進來，見他已經死了，又抬出去。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都甚懼怕。我想你嘗試諗下，點解神要咁喺呢件事上面咁大力嘅用呢隻擊殺呢兩公婆，擊殺亞拿尼亞同埋撒非拉，咩原因？殺雞儆猴啦，我哋一定係咁啦，係咪？哇！你咁衰做啲咁嘅嘢，但係諗翻起今日，我咪成日都做呢啲嘢咧。有陣時都可能，我哋唔係用呢種呈現啦，但係可能我哋都有嘅喎。唔好講其他人，我自己，即係我都話我都要犯，我成日都會犯罪嘅。有陣時諗做呢件事，好似令人哋覺得鄭近南好似都幾好喎，即
即係好似都唔太差啦，係咪？於是乎咧，啲學生又嚟永榮中學啦，OK，都係咁啊，OK。但係我係咪真心好想幫人咧？我成日都問呢啲問題。我係咪真心嘅好想去讓人去認識信仰？如果我出去傳福音、唱詩歌，我只係徒有嗰個聲音，係為着讓人覺得鄭繼能好，而唔係覺得神好嘅話，呢個就係亞拿尼亞嚟，明我意思？而當我出嚟帶領好多嘢，教主日學或者唱詩班或者領詩，聖經裏面成日都提，當你做教導嘅，對你嘅要求會更高，對你呢個人嘅要求更高。而當我一路去做呢件事嘅時候，我自己係有陣時都會諗我會唔會擺歪咗我自己嗰個目的？好簡單㗎咋，嗰件事究竟我做完出嚟係想榮耀自己定榮耀神？榮耀神。係啊，榮耀神啦。但係有陣時點講啊？我就會問自己我會唔會好似亞拿尼亞咁，即係為咗自己嘅需要都係需要嚟㗎。佢唔交晒出嚟，為咗自己嘅需要而忘記咗神先係最重要。要將全部嘢交晒出嚟，賣晒出嚟，田產俾晒教會，係真係唔容易。如果真係咁做，應該係一個好大嘅祝福嚟嘅。不過我估係欺哄呢個字咧，我一路睇一路了解，我心裏面代入去佢亞拿尼亞兩公婆同聖靈嘅關係，我就會明多啲點解今次咁實要殺雞儆猴，係因為當時成個教會所有人都被聖靈充滿。所有人咧都係經歷緊聖靈嘅醫治、提醒同埋教導，但係有兩公婆，我相信佢哋想做好嘅，我相信係佢哋都係想喺當中將一啲嘢，即係將自己嘅田產賣晒。其實佢可以唔使賣晒噶嘛，賣一部分都得，但係賣晒之後留翻少少俾自己，就係點解會留翻少少俾自己咧？我估係兩公婆一齊傾嘅時候，我仲有20年先退休喎，OK，喺當中仲有一段時間先至可以翻天家喎，係咪？喂，我就話咁好咁俾翻出嚟啫，其他人唔俾咁點算啊？第時我點算啊咁？當佢一諗一啲位係自己需要嘅時候，其實係冇問題，我都講呢啲係冇問題㗎，因為神係唔係我想我哋即係乜嘢都冇走去面對所有問題，但係問題係屋企我哋買晒啦。可能當初嘅原則係想將全部交出嚟嘅，可能都係，但係發現哇咁多錢喎，初頭以為賣晒可能得100蚊，點知原來4000蚊喎 ，OK， 我留翻300-400俾自己都好啊，可能係咁。同埋我估係最重要係有比較，比較意思係咩啊？哇嗰個人好似喺教會裏面好得人哋讚賞喎，巴拿巴係嘛？嗰啲人哇出嚟做嘢好好喎。喂，我有冇辦法好似佢咁咧？咁我又做啲嘢啦。點知做啲嘢嘅時候，做到咁上下都發現喂唔掂喎，唔掂到喎。咁我又想人哋覺得我哋100% 捐晒出嚟啊嘛，咪講俾人聽已經全部買晒啦，俾晒你哋啦咁。而個過程，一個被聖靈充滿嘅一個教會，你估聖靈會提佢？有啦，應該。係嘛？應該會有提醒佢，喂咁樣好似唔係好啱喎。你咁樣諗法，咁樣比較，其實係令到自己成個人唔能夠真真實實嘅同我建立好嘅關係喎。所以點解呢段經文佢講不是欺哄人，是欺哄神？原因就係我相信咧，當佢一路將啲錢攞住翻嚟嘅時候，有冇忐忑咧？聖靈有冇提佢咧？梗係有啦！一路翻嚟嘅時候，攞住個原本係4000蚊，俾咗3500蚊都係咁啦。攞住個3500蚊交俾佢嘅時候，我估佢都口窒窒嘅應該會。但係喺過程裡面，佢心裏面最重要就係聖靈有提醒，聖靈應該係提緊佢，不斷嘅催促佢，喂唔好咁做啦，咁樣會得罪神嘅，咁樣會令到成個教會受到牽連嘅。因為如果你有睇舊約聖經，你就會知好多時係一成族人一個人做錯嘢，收埋咗啲唔應該有嘅嘢，成族就患咗啲大麻風啊，成族就好多問題。因為神睇我哋唔係個人，如果係個人嘅話，就唔需要凡物公用啦，係咪？就唔需要有教會啊，我哋自己同神建立關係咪得咯。
係咪？點解要凡物公用？當時係因為想成個群體都一齊經歷到聖靈嗰份帶領，經歷嗰份救贖。而當突然間有一個朋友啊，有一兩公婆殺雞儆猴嘅，頭先講下，好好嘅啫。就係當佢突然間發現，原來我有一啲念頭係諗咗自己，有啲念頭我諗咗自己再講，唔係嗰幾百蚊，唔係嗰一小部分，而係諗咗自己想得着好名聲，想讓到人哋尊敬佢呢一個咁嘅念頭。咁所以點解神要咁聖靈或者嗰段時間點解要咁樣擊殺呢兩公婆呢？除咗殺雞儆猴之外，我覺得都係讓人將個聚焦點再翻去，究竟我哋同神嘅真實嘅關係係點？係咪靠呢啲嘢而去讓我哋喺神面前，讓神去欣賞我哋呢？彼得面對住亞拿尼亞，面對住撒非拉，其實佢都好想佢哋咧同心合意嘅去倚靠神。不過呢兩公婆選擇咁樣去處理，佢哋唔係同心合意嘅傳福音，佢哋唔係同心合意嘅喺當中將田產全部交出嚟，佢係同心合意嘅去試探神，同心合意嘅一齊去經歷呢個困難。所以今日咧，我覺得聖靈喺當中其實佢會提我哋嘅，尤其是咧當我同神嘅關係特別好嘅時候，佢係會不斷提醒我哋。用信仰術語嚟光照我哋，讓我哋能夠發現到咩叫光照呢？就係當你原本已經好光明，你俾個燈照落嚟係冇乜特別分別嘅，係咪？但係當你有黑暗嘅時候，嗰個光照就係將你黑暗照亮，以至到呢啲污污糟糟嘅嘢，有啲米奇走嚟走去嘅時候，佢哋會走咗，喺當中一啲污糟黑暗嘅嘢。因著呢個光照，去讓所有啲惡念去驅除。所以有時候咧，我哋心裏邊咧，我哋點解每日夜晚翻屋企嘅時候，即係傳道人弟兄姊妹都鼓勵大家就係我哋要翻去咧省察一天所做嘅事，省察呢一天所講嘅説話。因為我哋每一個嘅動機，每一句説話，其實反映緊我哋同神嘅關係。尤其是咧，我成日都話，我哋作為導師教師。我哋好多時咧，我哋講嘅説話咧，好似好好聽嘅，好似好冠冕堂皇。不過喺心裏邊，我係一個真實去敬畏神嘅人，定為係一個虛假嘅理由去欺騙緊人、欺騙緊神，甚至欺騙緊自己嘅咁所以點解聖經裏面講撒旦啊？係啊，呢度。為什麼撒旦充滿了你的心？我相信呢個就係那惡者撒旦嘅常見嘅伎倆，就係將你原本你好跟住神嘅，你原本你好緊跟隨神，叫你點做就點做嘅。不過撒旦突然間會話唔一定係咁嘅，係咪啊？記得亞當夏娃嘛？唔一定係咁嘅，你未必會死嘅，你有其他選擇嘅，係咪啊？撒旦就喺當中。讓我哋，如果我哋被撒旦留咗地步嘅時候，喺當中我哋嘅心就變。所以無論係聖靈喺我哋生命當中提醒，無論喺個教會裏面聖經嘅教導，都成日都提我哋要悔改。我哋總會有陣時會有失腳嘅時候，每一個人都有，我相信，因為我哋都有我哋罪性。但係我哋點樣可以繼續去敬畏神，繼續嘅求神去憐憫我哋？喺失腳嘅時候，我哋知道可能仲沉淪緊嘅，不過求神讓我哋明白佢先係我哋嘅主，讓佢我哋倚靠佢，由佢教導我哋，幫助我哋。好難嘅位係，我哋可能私底下喺祈禱裏面，我哋都會向神講：神啊，我知道我自己都做咗好多錯事，我向你坦白，我向你去將我哋所有嘅嘢呈獻，求你饒恕，求你喺當中去寬恕我。不過有陣時因為好似我同神之間嘅關係咁啫，係咪？但係我哋如果能夠將呢個坦白去向傳道人分享，去向你嘅導師分享，其實呢個過程係更嚟得更深切，因為其他人你正常日常生活佢唔會知你發生咩事，但係神會知所以咧，
我相信今次呢一件事咧，對於整個信仰群體嚟講係非常重要一件事。對當時嘅基督徒或者當時嘅教會嚟講，都係一件好重要嘅事。因為點解？因為佢哋唔係立亂嚟咯，即係佢哋呢一班人，你見到哇，原來係會咁喎，喺當中佢嘅要求好高嘅喎，所以對佢哋呢一班基督徒嚟講，經歷呢件事咧，你見到佢用嘅字眼啊，就係全教會和聽見這事的人，包括啲唔係全教會嘅人啦，包括啲未信耶穌嘅人啦，包括咗當時嘅宗教領袖啦，聽到呢件事嘅時候，應該都驚喎。所以點解跟住你會發現咧，喺第5章裏面咧講彼得啊、約翰俾人捉拿嘅時候咧，其實佢都記佢幾分嘅。點解？哇！原來唔掂當嘅時候係會撲低就死嘅喎，係咪？咁所以咧，跟住落嚟第12節開始就講到佢哋作為使徒，佢哋點樣去經歷嗰啲逼迫，經歷嗰啲困難。12節開始咧，我唔讀啦，長少少呢度嚇，我一路慢慢讀俾大家聽。主藉住使徒嘅手喺民間行咗好多神蹟奇事，因為佢哋同心合意、放膽嘅傳講耶穌基督十字架救恩啊嘛。聖靈就為咗佢哋咧去做見證，讓聖靈大大嘅彰顯佢哋。佢哋同心合意咧喺所羅門嘅廊下。所羅門嘅廊下係咩地方咧？如果你記得我上次講嗰個咪醫咗一個瘸腿嘅人嘅，又40歲㗎啦嘛，差唔多係咪？嗰個瘸腿嘅人咧，之前係入唔到聖殿裡面㗎，因為佢係一個不潔淨嘅人啊嘛。而所羅門廊就係整個嘅聖殿嘅周圍，喺外邦人院嘅一條走廊，好長嘅，好長。咁喺呢條走廊裏面做咩咧？就同心合意啊，同心合意喺所羅門廊嘅底下咧去傳福音。其餘的人沒有一個敢貼近他們，百姓卻尊重他們。我估呢句説話係因應頭先第5章一開始講亞拿尼亞嘅故事。會唔夠膽，應該唔小心會覺得我唔順眼，會整死我、撲死我，可能有啲咁嘅傳聞啊。不過百姓卻尊重他們，因為覺得佢哋一班咧有認真嘅人，對自己信仰好認真嘅人。信而歸主的人越發增添，連男帶女很多，甚至有人將病人抬到街上，放喺床上同埋褥子上。留意一下啦，好神怪㗎。指望彼得過來的時候，或者得他的影兒照在什麼人身上。還有許多人帶着病人和被鬼附纏磨的，從耶路撒冷四圍的城邑，全都得了醫治。喺當中咧，你見到咧第14節，佢話信而歸主嘅人越發增多，連男帶女，即係男男女女咧，有好多人都願意信耶穌。第15節，甚至有啲人咧將啲病人抬到街上面，拎住張床啊床褥咁樣咧，做咩咧？就指望佢哋經過嘅時候可以醫治佢啦。但係咧，可能咁多人咁點啊？佢哋甚至咧有一個傳聞啊，就係話，如果彼得個影啊，太陽照住個影咧掂到你哋都好啦，影喎唔係個人喎嘅影掂到你都好咧，你哋都可以得到醫治㗎咁。係咪真唔知啊？聖經裏面冇講，係啊。但係可想而知咧，當時其實佢哋呢一班基督徒咧個名聲係好好㗎，因為啲人願意咧帶到去到聖殿門外。喺當中咧，去將佢哋嘅福音傳開之餘，亦都親自嘅醫治佢哋。而當中咧16節特別話好多被鬼附啦、病人咧都能夠嚟到醫治。咁而醫治嘅能力咧，我相信係聖靈嘅能力，係咪？而家咧其實間唔中特別喺一啲偏遠啲嘅地區咧，成日都會聽到一啲聖靈醫治醫病嘅情況。咁我相信咧，其實我成日都會諗點解彼得、雅各、約翰佢哋要喺聖殿外面咁常做好多傳福音嘅工作咧？我覺得有2個原因。第一個原因就係佢哋好想將呢個福音傳俾啲猶太人啊，因為去得聖殿敬拜耶和華神嘅一定係猶太人啦，係咪？而猶太人如果我哋自己宗族都冇機會認識耶穌係真正嘅彌賽亞嘅時候，咁咪好唔抵咯。於是佢好想將個福音去傳俾呢啲猶太人。所以喺《使徒行傳》嘅第1章去12章個主角係彼得，主力傳福音嘅對象係猶太人。但係13章打後咧，其實就係主角係掃羅，即係保羅。咁將嗰條線就轉咗去我哋呢啲外邦人。
咁而當中呢個第一個原因，但係第二個原因，我覺得好重要嘅就係佢哋好想讓多啲人認識耶穌。我唔會無端端揾個地方去傳福音㗎。咁梗係一啲多人去，甚至係讓更多宗教領袖都有機會碰面嘅嗰種狀況，讓佢哋知道你之前係錯嘅，你之前釘耶穌喺十字架係錯㗎佢先係彌賽亞，你哋唔知佢係彌賽亞。咁所以咧喺裏面咧，佢好想咧讓宗教領袖去接觸耶穌佢嘅真正身份。所以17節，大祭司和他的一切同人，即係同黨啦，就是撒都該教門的人都起來滿心忌恨。點解咁嬲咧？咁我哋要講下撒都該人係咩先？嗱，呢度咧係講緊一班嘅祭司群體。撒都該人係啲祭司嘅群體，佢哋有兩個唔信。第一個唔信死人復活，第二個唔信有天使。呢兩個唔信係好重要嘅，因為跟住你見到就係講緊呢兩件事啦。咁所以咧，佢哋要做嘅嘢，呢班祭司撒都該人咧，祭司嘅群體咧，就同羅馬政府合作啦，就一齊咧就同唔同嘅宗教領袖咧，就嘗試喺呢一個地區咧去管理一啲宗教嘅事務。當中咧，通常我哋從文獻裏面睇咧，喺當時嘅宗教團體裏面有71個人咧係管理當時宗教嘅嘢。如果有任何人好似耶穌咁樣，佢哋覺得佢犯咗一啲宗教罪行，咁呢71個人咧就可以有權力去審判呢啲犯咗宗教罪行嘅囚犯，甚至咧可以叫政府咧去好似判耶穌有罪咁咧去做呢啲行徑。但係撒都該人只係呢個宗教大群體嘅一部分，但係仲有另外一部分係叫做法利賽人，而法利賽人係緊守舊約聖經嘅話語。所以法利賽人咧係信有復活嘅。法利賽人咧喺當中喺個教義上面咧係同撒都該人係對立嘅。不過對立還對立，但係都係屬於同一個嘅信仰群體啊。咁點解法利賽人唔會信死人可以復活咧？因為佢哋覺得，喂，我哋生活上面咁辛苦，法利賽人係守好多戒條㗎嘛，係咪？喺當中法利賽人會守晒所有安息日要做嘅嘢啦。安息日一日行嘅路係唔能夠多過由天澤行去天恩村咁遠㗎。你行多過就犯咗法㗎啦。OK， 天恩村同呢度唔係好遠嘅啫嘛，係咪？天華村、天恩村嗰度啦嚇。咁所以其實你會發現法利賽人咁重視自己守唔守規條，點解啊？因為佢哋覺得我咁辛苦作為一個法利賽人，作為一個分別為聖嘅人，我每日嘅生活咁辛苦去守晒所有神喺舊約裏面嗰啲律法，目的係咩啊？目的係得到獎賞。所以當第時我死咗之後，我相信舊約裏面耶和華神講我哋會有機會復活嘅。咁我哋有復活嘅時候，我就可以神面前咧得著嗰份真正嘅獎賞啦。如果冇復活嘅話，我死咗就死咗，咁冇乜意義喎，好似。咁辛苦做咩咧？咁所以佢哋堅持咧，死人係有復活嘅事情，而其實聖經裏面都有教導死人復活嘅事。咁所以當呢一班使徒講耶穌未死喎，耶穌復活咗喎，甚至將個聖靈咧都俾咗我哋呢班人喎，而我呢班人咧因着耶穌嘅復活咧，我哋得咗呢個盼望喎。對於撒都該人唔信復活、唔信天使嘅呢班人咧，係完全接受唔到，好嬲啊！所以撒都該人門下人咧都起來，滿心忌恨，就下手拿住使徒，收在外監。咩叫外監咧？原來咧頭先講71個人嗰個宗教群體咧，佢哋自己本身咧都有啲私底下嘅監倉嘅。不過呢個外監咧就唔係嗰啲私底下嘅監倉，係啲公立監倉 ，OK 唔係私營嘅，係公立嘅。咁佢去到啲公立嘅就係代表咩咧？好多人都見到咯，好多人都知道呢件事咯，即係門徒咧都被收到監裏面啦。但主的使者天使 OK， 夜間開了監門，領他們出來，說：你們去站在殿裏，把這生命的道講給百姓聽。使徒聽了這話，天將亮的時候，就進殿裏去教訓人。你諗下成件事就係好吊詭，就係撒都該人唔信復活，於是乎捉拿呢班使徒，就話你唔好再講耶穌基督復活嘅事啦，諗住咧收落監裏面，第二日先審問佢。跟住點知嗰晚
殺到嗰人唔信嘅天使咧，嗰個天使就嚟啦，就救咗呢班使徒，就離開嗰個嘅殿，離開個監外監。但係離開個外監做咩啊？就提佢哋，你們要站在殿裏，把生命的道講給百姓聽。就係話你唔好驚，係啊，你繼續做，最好就係多啲人聽。所以咧，佢原本喺個殿裏面講呢番説話之後，撒都該人捉咗佢，收埋佢，唔俾佢出嚟。點知天使又再叫佢哋，你要再出翻嚟，再傳福音，再讓更多人喺聖殿外面咧知道關於咧耶穌嘅事。但係大祭司撒都該人完全懵盛盛，唔知道咧，佢哋兩個嗰啲使徒已經出咗嚟啦，仲諗住做咩啊？大祭司和他的同人來了，叫齊公會嘅人，公會有70幾人喎，叫齊公會嘅人同埋以色列嘅族長好多人啦，係咪？就差人到監裏去，就叫人咧去監裏面，要把使徒提出嚟，諗住叫佢哋咧去翻個嗰個嘅外監度咧拎翻提翻嗰啲使徒出嚟啦。點知嗰啲差役去到嘅時候唔見咗喎，大鑊啦！點算啊？你諗下，原本佢捉嘅人入到去監倉，但唔見咗喎，係邊個驗仔拎咗佢走啊？係邊個喺當中咧令到嗰兩個咧放走咗佢啊？係冇啲內鬼啊！好多事發生。咁但係呢件事都未完啊，就不見他們在監裏面，就回來稟報說：我們看見監牢關得極妥當，閂得好實㗎。係啊，看守嘅人都喺度喎，即係出邊嗰啲獄卒都喺度嘅喎。不過就唔見咗佢哋啦。開咗門之後，裏面一個人都唔見。啊，幾恐怖係咪？守殿官和祭司長聽見這話，心裏煩難。點解煩難？哇！捉咗嘅人點會唔見咗嘅咧？去咗邊咧？會唔會係我哋守殿官同埋祭司喺當中係看守住好多事？而呢次會唔會我哋都會因為呢件事受牽連㗎咁啦？不過話未説完，跟住點啊？有一個人來稟報說：你們收在監裏的人，現在站在殿裏教訓百姓。你明明收咗落監，佢點會好驚㗎？啊！突然間咧唔見咗佢哋喎，但係突然間人哋就話：哇！佢哋仍然都喺我個聖殿裏面繼續喺度傳福音，繼續講關於耶穌復活嘅事喎。咁佢哋好嬲啦，梗係點解邊個放你？想捉，知道邊個放佢啦，係咪？於是乎守殿官同埋差役就帶使徒嚟，就再捉翻嚟啦。不過今次佢哋冇用強暴，佢話因為怕百姓用石頭打佢哋，所以喺聖殿外面其實都有一個保護罩嘅，係咪啊？即係讓百姓中意佢哋啊嘛。於是乎咧，百姓咧喺當中都幫緊佢哋嘅。帶到了，便叫使徒站在公會前，大祭司就問佢哋啦：我們不是嚴嚴地禁止你們不可奉這名教訓人嗎？你們倒把你們的道理充滿了耶路撒冷，想要照這人的血歸到我身上。好啦，講緊咩？喺當中，對於大祭司嚟講，佢一句都冇問佢點解走得甩，係嘛？因為都幾冇面嘅，諗係咪？即係我明明捉咗呢班人入嚟，突然間唔見咗算啦，你匿埋都算啦，我唔揾你啦，逃走就算啦。唔係著草喎，佢哋係嘛？佢點啊？佢就仲公然地繼續喺個大聖殿外面再出聲，再講好多嘢喎。所以你見到點解個祭司長覺得好冇面就係：喂，我已經捉咗你，諗住等你滅聲㗎啦，你唔出聲咪算咯。而家你仲更公然咁去公開講耶穌，講耶穌咩啊？講耶穌復活嘅事。嗱，呢件事就好重要啦，因為佢點解祭司長講呢句説話？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係咩啊？即係話你一班使徒，你出去講耶穌復活嘅福音，講緊咩啊？講緊就係係啊，耶穌咧傳福音講好多一路教我哋好多道理，呢啲唔係最重要。但係最重要咩啊？佢釘喺十字架上面，但係3日之後復活咗啊！殺到嗰人最唔中意嗰啲啦，復活咗啊！仲有係咩啊？復活咗係代表咩啊？佢就係我哋等候咗好多年嘅彌賽亞嗰個救主啊！你諗下，如果啲百姓轉念就話係喎，嗰個人復活咗，佢係救主嚟嘅喎，點解你班祭司走去將佢釘喺十字架上面啊？點解你將呢個無辜嘅人嘅呢個救主原本係準備嚟救我哋嘅人殺咗啊？
咁好大罪噶嘛，係咪？即係如果係咁嘅諗法，所以點解祭司佢話想要叫這人的血歸到我們身上，就係你將嗰個普通嘅人，佢覺得係普通人啦，唔係救主嚟噶嘛，係咪？普通人死咗賴喺我身上面，好想誣告我犯錯喎，所以佢哋好嬲啊，好嬲到呢事冇電啊 ，OK， 好繼續，咁點啊？彼得就同眾使徒就回答啦。之前講過呢句説話㗎，信從神不信從人是應當的。你們掛在木頭上殺害的耶穌，我們祖宗的神已經叫他復活。嗱，呢個第一個復活呢個位 ，OK？ 神且用右手將他舉起，叫他作君王、作救主。呢個第二個位就係彌賽亞 ，OK？ 將悔改嘅心同埋赦罪恩賜給以色列人。我們為這事作見證，神賜給信從之人的聖靈也為這事作見證。呢個係第三個位。第三個我要解多少少。講緊咩呢？彼得同眾使徒咧就話啦：我哋信從神，唔信從人係應當嘅喎。你唔信佢係神啫，但我哋信佢係神啊嘛，係咪？你哋將耶穌掛喺十字架上面。但係佢已經復活咗啦，佢係真正勝過死亡嘅嗰個。並且神將佢舉起，叫佢做我哋嘅君王同救主。君王係講緊以前咧喺以色列嘅年代，舊約年代咧，佢哋好期望神為佢哋設立君王。於是乎神就話：你有我得啦，使乜設立君王咧？係啊，撒母耳就好唔開心㗎嗰陣時，舊約嘅時候，撒母耳成日都話佢哋嫌棄我，神就話唔係嫌棄你嘅。係嫌棄我啫 ，OK？ 因為佢見到周圍好多城邦都有啲君王啊嘛，於是乎設立咗第一個君王就係掃羅王啦，第二個君王係大衛王啦，第三個就係所羅門王，一路落到去後尾俾人滅咗啦，係咪？俾人擄咗去啦。不過將來會有一個君王，將來有一個彌賽亞救主會嚟到，耶穌就係嗰個啦。將呢個悔改嘅心赦罪恩賜俾以色列人。但係唔單止讓呢個真正嘅救恩嚟到，更加重要係咩呢？更加重要嘅係我哋為呢件事作見證，我哋親眼見到耶穌釘喺十字架上面之後復活，神賜俾信從之人嘅聖靈。今日我哋亦都靠住聖靈咧，能夠多次多方嘅逃離你哋嘅魔掌啊！喺當中，因為聖靈改變咗我哋，聖靈喺當中親自嘅轉變我哋。而呢 part 講聖靈嘅部分，我覺得好重要就係耶穌都係話佢會將呢個保惠師聖靈嚟到我哋生命裏面改變我哋嘅生命。而我哋今日就係被改變過，我哋今日就係被聖靈充滿嗰陣。公會嘅人聽到就好嬲啦，想要殺佢哋，但係有一個法利賽人，名叫咩啊？呢個人都要記得呢個名，加瑪列。加瑪列好似射線咁，我哋嘅加瑪射線 OK。加瑪列咧嘅人名一定要記得，佢係當時點咧？呢度描述下先，是眾百姓所敬重的教法師。咩叫教法師咧？就係教佢哋法律，教佢哋咧舊約律法嗰啲老師。一個當時咧好出名嘅宗教老師，係一個咧當時咧大家都敬重嘅宗教老師，大家都好想咧去追隨嘅一個宗教老師，在公會當中站起來，吩咐人把使徒帶到外面去。點解要將啲使徒帶出去外面啊？因為佢哋自己要傾嘢啊。教法師咧加瑪列咧想講一番説話，想提佢哋。咁於是乎咧，嗰啲使徒就擺喺外面，唔好俾佢哋聽到啦，係咪？咁啊點啊？就35節就對眾人説：以色列人啊，論到這些人，你們應當小心怎樣辦理。點樣小心怎樣辦理呢？佢舉咗兩個例子。從前道達一個人嘅名咧，即係個名啦，起來自誇為大，附從他的人有400人。他被殺之後，附從他的全部散了，歸佢無有。道達之前都曾經講過自己好勁㗎，喺當中咧有400幾人跟佢喎，但係佢死咗之後咧，啲人走晒啦，冇晒。此後第二個例子，報名上冊的時候，報名上冊大家好記得嘅報名上冊係邊次咧？就係瑪利亞
生耶穌嘅時候咧，咪要去耶路撒冷報名上冊，於是乎咧點知咧新人到啦，於是乎喺馬槽裏生 BB 啊嘛，嗰個叫報名上冊。點解要報名上冊？因為好想知道究竟我哋成個以色列族入嗰啲人啊嘛，係咁舊約或者歷史書裏面咧講關於報名上冊嘅事咧，已經係幾十年前啦，係啊，咁啊實際時間唔知，不過總之一個時段。之前有另外一個加利利嘅猶大呢個人咧，猶大呢個名好 common 嘅 Mary 啊 John 嗰啲名嚟嘅啫 ，OK 啊，引誘呢啲百姓跟從佢，他也滅亡，附從他啲人都四散了，其他人都走晒。咁於是乎咧，加瑪列呢個咁出名嘅宗教領袖咧，佢就講以下呢番説話啦。現在38節，現在我勸你們不要管這些人，唔好理佢哋，任憑他們吧，由佢哋啦。他們所謀的、所行的，若是出於人，必要敗壞。如果係人出自人嘅，出自自己普通諗法嘅，佢唔成氣候嘅，好快就冇㗎啦。好似頭先嗰兩個例子咁。若是出於神，如果係出於神嘅話，你們就不能敗壞他們，恐怕你們倒要攻擊神了。我諗下，當時聽呢番説話嘅人，唔知咩感受啦。但係今日當我哋聽嘅時候，我覺得呢個好有智慧係嘛？呢個教法師叫咩名話？加瑪列，好有智慧喎，係咪？即係嗱，如果佢係完全冇真理喺當中，冇呢啲咁嘅神幫佢哋嘅，咁佢好快就冇㗎啦。如果佢真係神嘅兒子，真係如佢哋所講嘅，喂，我哋而家係敵擋緊神喎，我哋自己會受傷害喎，不如我哋由佢啦咁。算唔算一個溫和嘅態度啊？都算。咁咧嗱，近排你成日都見到特朗普出嚟就好多事發生啦 ，OK？ 好啦，原來喺當時嘅公會，我話一個公會有幾多人話？71個人 ，OK？ 喺個公會裏面都分兩派，特朗普嗰啲叫鷹派 ，OK？ 加瑪呢啲叫鴿派 ，OK？ 鴿派係溫和啲嘅，係啊。但係原來喺當時71個人嘅公會裏面，都有啲鷹派嘅，即係講明要殺佢哋啦，唔得。咁但係因為呢一個係鴿派嘅代表加瑪列，係相對嚟講溫和，相對嚟講個合理性嘅。於是乎，公會嘅人咧，聽佢咁講完之後，呢個咁大嘅公眾、咁出名、咁有名望嘅宗教領袖都咁講啦，便叫使徒來，把他們打了，又吩咐他們不可奉耶穌的名講道，就把他們釋放了。跟住，他們離開公會，好開心，因為點解啊？你諗下，其實當班71個公會嘅嗰啲人，佢哋去到要捉拿呢兩個呢啲詐使徒嘅時候，好似搞極都搞唔掂佢哋咁啊！捉咗佢哋入咗監，突然間一味十第二日就出嚟，無端端出嚟，跟住又繼續傳福音。當傳福音嘅時候，佢又會將同我哋諗法好唔同嘅嘢講俾我哋聽，反而係而家係彼得同埋一班嘅使徒將真正嘅福音傳講俾翻呢班公會人聽。咁最後冇辦法啦，我又知道喺當中我哋又唔可以做啲咩，因為當時嘅百姓好中意呢班基督徒啦。仲有係咩咧？啱頭先第5章一開始講亞拿尼亞同埋撒非拉嘅事，佢哋知唔知咧？梗係知啦。即係話佢哋都知道呢班人都唔係善男信女嚟㗎，係咪？都會有一啲要求㗎啊，甚至咧一啲做錯咗嘅兩公婆係咪？係啊，會喺當中會有被擊殺。咁所以佢哋就冇辦法放佢哋走啦。放佢哋走點做啊？他們呢班使徒離開咗公會，心裏就歡喜，因被算為配為這名受辱。我成日覺得佢呢班人係好可愛，俾人哋捉拿，俾人哋逼迫，打完之後放出嚟，好開心啊！點解開心啊？哇！我終於俾人哋逼迫啦，明唔明啊？終於都俾人逼迫，終於都俾人哋咧喺當中咧用呢啲污名去辱罵我哋啦。為耶穌咁做咧係好抵㗎 ，OK， 好想咁做 ，OK。跟住他們就每日在殿裏、在家裏不住地教訓人，傳耶穌是基督，基督即係彌賽亞救主嘅意思。咁我要講翻加瑪列，我頭先未講完加瑪列。加瑪列呢個人除咗喺呢個層面出現之外咧，
喺之後都有一個層面出現嘅喎。有冇知唔知啊？加馬列係一個新約人物嘅老師，嗰個咧就係保羅啦。保羅嘅應該話加馬列嘅入室弟子就係保羅，其中一個 OK， 其中一個保羅。而保羅你會見到咧，保羅似係鴿派定鷹派咧？一開始我哋見到個呈現鷹派嘅，因為點解啊？保羅咧，當司提反被人哋用石頭，都未講到司提反啊，係啊，俾人哋石頭掉嘅時候咧，佢好開心喺嗰邊執下衫咁樣噶嘛，喺側邊已經好想見到啲基督徒咧俾人打，好想見到基督徒咧俾人逼迫，因為覺得基督徒係假嘅，所有係異端嚟嘅。咁於是乎咧，佢甚至咧去攞一個功效，就係將所有自稱基督徒嘅人咧去捉拿。原本由耶路撒冷一路追到大馬士革，想追到大馬士革，因為知道有班人投咗嗰邊啊嘛。咁點知喺大馬士革嘅路上就遇見耶穌，係咪？所以咧，佢原本嘅教導，佢嘅知識概念層面係好強，因為加馬列係一個好出名嘅教法師，教聖經嘅話語好多。不過佢可能覺得唔得喎，呢班人如果繼續咁樣做大落去，唔係由佢就算嘅喎。於是乎，可能就轉向咗更激進嘅一個嘅呈現喺個信仰裏面。今日咧，我哋睇第5章咧，睇咗幾個面向幾個故事。第一個部分係講亞拿尼亞、撒非拉，講緊嘅就係神要我哋點樣去真實嘅榮耀佢，唔係榮耀我哋自己。跟住一轉就講到呢一班使徒，佢哋點樣去堅持喺傳福音嘅事上面，堅持喺將耶穌復活嘅大能，將耶穌係基督，將耶穌係彌賽亞嘅事，去同人哋分享。哪怕俾人哋逼迫，拉入監裏面，出嚟再俾人審問。呢次嘅審問，讓佢哋更加覺得佢哋所信嘅係真，讓佢哋更加覺得我哋為耶穌基督逼迫唔算係啲乜嘢，更加覺得佢哋嘅生命有着耶穌，有着聖靈嘅提醒，能夠更好嘅去經歷到神嘅帶領。我哋一齊有祈禱啊！我唔知咧，今日你有冇俾人逼迫嘅狀況？嗰啲逼迫係咩原因出現？又或者，當今日我哋睇到亞拿尼亞事嘅時候，我哋生命裏面會唔會有陣時唔係榮耀神，而係只係想榮耀自己呢？就係天父，我哋感謝你，主啊，我哋讚美你，主啊，我哋知道真理永遠都得勝，主啊，我哋相信凡抵擋真理嘅，必被真理抵擋。主啊，我哋懇求你，俾我哋好似使徒一樣嘅勇氣，喺我哋被攻擊嘅時候，喺我哋覺得困難、遇着壓力嘅時候，主啊，你親自嘅嚟到，派遣天使去拯救幫助我哋，使到我哋能夠靠主去剛強，冇任何懼怕，勇敢嘅為你去作見證。主啊，求你去使用我哋，讓我哋無論遇着乜嘢境況，我哋好清楚知道你先係個榮耀嘅對象，我哋只係你嘅工具，你嘅門生。主啊，我哋就求你去幫助我哋，讓我哋能夠堅信喺你嘅話語裏面，讓我哋每一日都行喺你嘅話語當中。主啊，當我哋有時我哋嘅思念係為咗榮耀自己嘅時候，求你都提我哋，求你嘅聖靈去幫我哋去認清你先係嗰個榮耀嘅主，你先係嗰個咧所有萬有得力同埋平安嘅嗰個神，讓我哋能夠知道神你喺當中使用我哋呢啲不配嘅人，係你個俾我哋嘅恩典，讓我哋好好嘅跟隨你。主啊，我哋感謝你，求你親自嘅引導看顧我哋，祈禱交託奉主名求。好，最後又有個練習仔啊，我哋又試下做下。好，俾
俾少時間大家就試下剔下。下一次咧，我哋會講第6課，主要睇2章啊，第6、第7章，第6、第7章。好啊。因為撒都該人佢唔信復活唔信天使啦，咁但係呢啲唔係舊約有寫嘅，點解佢哋唔信？因為撒都該人佢哋咧自己本身咧喺佢哋嘅政治群體裏面咧，佢哋會傾一啲佢哋點樣睇舊約嘅一啲諗法。咁而當一路傾嘅時候咧，其實復活呢個字咧，佢哋係信有復活呢件事，但係唔信每一個人都會有復活咯。呢個第一個啦。天使係咩咧？天使喺因為佢哋始終佢哋唔係好似我哋咁樣可以睇晒好多舊約嘅歷史啊嗰啲文獻，而佢哋主力係咩咧？主力係一個宗教政治群體為主，就 rather than 一個好似法利賽人咁樣咧，係教聖經。咁所以佢係一個你當係一個政治群體多過係宗教群體嘅一班人。咁佢哋信咩嘅？佢哋都係信舊約嘅律法書咯，講摩西五經主力係，因為喺我哋而家睇就舊約好多卷經文啦，但係咧對於佢哋嚟講，摩西五經先至係佢哋真正嘅律法，其他嗰啲都係一啲旁支位。好，我哋一齊對下好嗎？好，第一條好簡單，呢幾條都係好簡單。《使徒行傳》第5章，邊一對夫婦欺騙聖靈而被神處罰啊？係波亞拿尼亞同埋撒菲拉，係啊兩公婆。亞拿尼亞嘅罪係乜嘢啊？都係 boy 啦，方稱咧把賣嘅田地嘅所有款項交俾使徒。嗱，我再提啊，佢唔賣係冇問題㗎，賣完之後唔俾晒所有出嚟係冇問題㗎，不過佢假稱將所有俾晒出嚟啊嘛。好，第三，老婆啦，撒菲拉點解同樣受罰啊 ？A 啦，係要支持丈夫嘅謊言啦。好，第四，亞拿尼亞同撒菲拉嘅事俾教會帶嚟咩影響呢？ A 係啦，信徒驚嘅都真係驚嘅，不過咧更加敬畏神。好，第五題，《使徒行傳》嘅第5章提到神藉住使徒行咗乜嘢神蹟呢？都係 A 啦，醫病趕鬼啦嚇。跟住第六條，
使徒將病人放喺邊度？希望彼得嘅影能夠照喺佢哋身上面啊 ？A 喺條街度啊，就咁放啲病人喺條街度，咁覺得個影經過咗咧，就可以醫到佢哋啦啊！第7條，使徒們因為傳講耶穌嘅名，被邊個捉拿去，並且翻去監裏面啊 ？Boy 係啦，撒都該人啊，撒都該人。好，第8條，當使徒被關喺監獄嗰個外監嘅時候啦嚇，誰幫助他們脫困呢？係啦，天使啦，天使幫佢哋啦。天使釋放咗使徒之後，吩咐佢哋做咩啊？匿埋走？唔係喎，係繼續係啦。B 繼續喺聖殿當中咧傳講生命嘅道。好啦，第10條啦。使徒每次被捉之後咧，再次被捉之後咧，大祭司責問佢哋乜嘢咧？第10條都係 boy 啊。點解唔聽話啊？唔可以再奉耶穌嘅名去教訓人㗎咯喎。OK， 11題，使徒彼得同埋使徒咧對大衛嘅指責，大祭司嘅指責係點樣回應咧？係啦，用咗 A 啦，我哋必須要順從神，不順從人。12條，嗰個法利賽人提出建議唔好殺使徒，個名叫邊個啊？係啦，C 啦，加馬列。加馬列嘅建議係咩啊？係啦 ，boy， 觀察下佢哋行為先啦。如果係出於神，就唔好抵擋佢哋啦。我哋唔使咁心急要殺佢哋。最後一條14條，使徒被釋放之後，佢哋嘅反應係咩啊？好慘，好驚。boy 係啦，即係受辱而歡喜啊！並且繼續放膽傳講耶穌嘅名。OK， 好啦，今日到呢度。咁下次咧，我哋會講2章，第6、第7章。咁下個禮拜見大家。叫今日好開心啊 ，William 同埋 Mike Sir 今日受浸，係啊，恭喜佢哋啊！係啊，願主賜福佢哋啊，係啊，唔好做親得㗎啦。